哦，这大埔南天宫哦，关圣帝君文明圣体的庙要出巡啊哦，伊明年哦农历12月、14、15、16连续3日的哦。哦，啊出巡第一日去到南头港的。无啊，第一日对南啊港去，啊去到感恩啊，谢谢。太子宫啦。哦，搁到太子宫的哦。去到太子宫。哦，到太子宫的啦。哦，好好，感恩啊。啊，从啊倒转来。哦，啊，请问偌早就爱出来？早时啊，若乡团拢6点半集结啦，啊7点统一出发。是6点半就这。哦，对。集结啊。哦，对啦。啊，7点出发咯。哦，7点出发。哦，感恩啊。啊，先去天宝厝。天宝厝。五旗坑。哦，五旗坑。啊，即马来下南。下南。啊，南华港无，即马。先下南来。啊，南华港。南华港。啊，转倒转来对新吉庄啊。五间厝。新吉庄啊，其实对第一去的。新吉庄啊。南头港的男朋友。伫高野的。哦，迄是新吉庄啊。高速公路过。哦，是啦，安尼是对下那过成功头前过成功头前迄段路迄来向港去的。哦，啊过高速公路。过高速公路迄新吉庄啊，林武宫。哦对。啊无考试啊有秀才的呢。啊，秀才先到。秀才有参加。哦，秀才无参加哦。哦，啊有经过秀才呢。有。哦，啊秀才无参加。啊秀才敢有起庙？秀才无起庙。哦，秀才无起庙。啊，因咧庄园啊上有庙呢，有是。庄园啊上有新起的庙呢。对啊，谢谢。要往新吉庄啊，迄段路看。啊，新吉庄啊了，到第三条。新吉庄啊了5间。哦，新吉庄啊了5间厝。啊5间厝了德位啊。德位啊啦，德位啊呢，5间厝甲德位啊有关系的哦。哦，5间厝啊，北边德位啊，高速公路桥的，边仔遐有德位啊，朱安公啊，德位啊，爱新起的庙叫德安宫，朱安公哦，啊万圣爷宫嘞，万圣爷宫。啊，来当上迄桥，当到太子宫，哦，太子宫，转来有经过到多位？弯啊，你到多位来当？啊，来弯啊吼。啊来叫他。到多位阮因无参加呢。到多位无参加哦？哦，到多位是？从啊无参加，经过啦。好来，转来弯啦，弯啦。哦，我啦，转来高野，高野大天府的呢。哦，高野来。这顺华卡的。哦，顺诶，吉吉溪的大华卡转来。啊，毋搁经过迄下八星宫的路。哦，无较北边的路。伊的后对，壁。高野大天府哦，南边就是迄个吉水溪的华北啦，华北的路啦。啊，就迄条路迄来向西哦，到这卡的，这卡国小啦。哦，主府国小啊，南边迄段路，迄来向西就是到咱迄大埔的南天宫啦。哦，安尼这路安尼作势啦。啊，感恩哦，谢谢。安尼咱拢庙讲的是迄个主意。我等下中。哦，总务啦，哦，感恩啊，谢谢总务的介绍，谢谢。中华民国106年啦哦，今仔日1月20号啊，23号要出巡呢。哦，安尼礼拜六、礼拜天、下礼拜一出巡。哦，105年。哦，国历1月23、24、25号出巡。